曾幾何時，你有冇諗過自己都可以擁有一套地鐵上蓋物業？喺香港買唔到唔緊要，喺中山首期只要15萬起，你就可以攞低我身後嘅一套地鐵上蓋物業。屋苑對面就係商村，揸車10分鐘就可以到達深中通道出入口。同樣10分鐘可以到達高鐵站，8分鐘可以到達客運港碼頭，各種交通工具任你揀。園林設施好豐富，每一座樓下都做咗飯會所。我好中意呢個127方嘅戶型，佢做咗5房，而且令我意外嘅係咧，廚房仲要做埋大嘅開放式啊！個廳睇上去有種150方嘅視覺感。呢個空間咧係全部贈送面積，可以做成咧房間啦，或者係我哋嘅多功能空間。陽台7米長度，呢度每個房門同層排水管道以及電梯玻璃門窗咧都做晒隔音，發展商真係好細心啊！呢個主人房我好中意佢嘅設計，有成20個方夠大，仲包含一個陶瓷。目前買呢度咧有買房補貼，感興趣嘅揾我，Jojo帶你成為灣區業主。